台湾今年几落届这海底电缆线去互破坏，这些拢是含这中国资金的宽基轮有牵连。就一只中资背景的宽基轮员当明月，讲是出问题有各样，昨呢就留伫咧偏湖望湾海峡。虽然伊拍定的所在无海底电缆线，不过这船只已经进入到咱台湾的禁止水域啊。海巡专庭监控，到今仔下晡这船才使离开。就立委伫咧烦恼讲，这中国会用民兵船收集资料，用伫咧台海作战。 台湾周边海峡的海底电缆最近好亲像一直互中国宽基轮破坏，其中各以有中资背景的岛国籍丰泰轮，今年2月涉嫌挂断海底电缆引起关心，公安局把这种手法列作是中共暗中侵扰的新做法。中共顶礼拜对台发动海峡雷霆2025A 操演，海巡署证实有宽基轮参加。 不过，即马阁传出有中资背景的西山共和国籍货轮远东明月，以其海各种的理由，测试掉伫偏湖望湾海峡，伫偏湖望湾东方0.45海里路定。这个海峡并无铺设海底电缆，船已经进入咱国禁止水域，海巡提高警觉，专程跟踪，甲对方同位。不管是进行直接的破坏，或者是在收集相关区域的水文，以利日后的军事的侵扰。那我想，中共在这方面已经下了非常大的功夫。 那这一次，我想也不例外。海巡表示，远东明月为中国福建出发去1年，这边下晡起定离开。根据交通部航港局台湾海峡船只动态资讯系统显示，远东明月已经使离开望湾海峡，来台南外海。专家讲，中共科技船只入来领海，海巡一定要落实上船检查。我们的海巡的那个光电球啊，他们的摄影照片其实都不错哦，甚至比海军好。这部分来讲没有问题哈。但是为什么要登检？就是说上船看看他们到底是真的故障，还是说有其他原因？我觉得这部分来讲哦，是我们鼓励海巡署能做的。对于中共透过宽基轮等民兵船的方式，无排除进行军事侦查，海巡嘛爱走状反制。专家认为应该投入更加侪无人机协助跟踪，才会当有效减轻人员甲船只的消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